个非常具有历史的一个戏院哦。这边最有名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在我们戏院里面有没有小？有奖征答，也没有奖了哈。知道我们在戏院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它的蛙米，所以大家待会可以一边欣赏着我们的好看的片子，然后呢，也大家这个品尝着最道地最好吃的蛙米嘛。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报道处的柜台也会有饮料，好，所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起身稍微的动一下哦，去倒一杯饮料，然后呢，稍微跟你旁边的朋友呢互相的交流一下哦。那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在待会儿2点钟左右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喽。大家稍微要后面的朋友，大家可以稍微的往前一下哦，因为前面都还有位置。中间的这个部分哈，那也想比较后面的一些场的朋友，大家可以稍微的往前坐哦。决策之城台南有影107年公用频道影片捐献活动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邀请我们现场的贵宾先欣赏我们精彩的开场影片。我觉得日常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应该这样子就是日常。觉得柜台开了。好，现场的贵宾朋友，大家先一个热情的掌声哦！大家是个开场影片啊。热情的朋友呢，我们时间的主持小娟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的午课我们来到了永城戏院一起来参加我们在今年呢由台南市政府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呢所主办的公用频道影片征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在今年我们是第5年的举办了往年我们都用不同的主题来呈现我们台南的样貌。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定为颜色，角色之城。我们用颜色呢来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哦。讲到台南，你会觉得台南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颜色呢？是这个古迹的红色呢？砖瓦的红色呢？还是石目鱼的这个白色呢？鱼兔的颜色呢？其实讲到台南颜色，大家应该会想到就是古迹啦、小吃啦。可是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角色之城，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一公布之后的话，马上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征件作品高达了80件的一个征件作品那么评审老师也非常的辛苦，从中呢选出了10组呢非常优秀的团队入围的作品。那么这10件作品呢，它们呈现的风格也非常的多样化，有记录的，有动画的，那么也有比较实验性质的都有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呢，这个从80件的
当中选出10组入围，能够入围就真的是相当的不简单了哦。那在我们今天呢，在待会儿呢，大家就可以欣赏到这10支非常精彩的影片，而且重点是呢，今天是颁奖典礼啊，这个首奖高达11万的奖金，到底今天会是奖落谁家呢？我们在待会儿就会来揭晓了哦。那在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呢，有许多的贵宾的莅临哦。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呢，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新闻及国际关系处影视数位行销科的专员简家伟专员，欢迎您，欢迎。以及我们这次活动的计划主持人林启寿老师，欢迎寿老师。还有我们这次非常辛苦的指导老师们哦，吴鸿祥吴老师，欢迎老师。以及我们的叶成龙叶老师，欢迎老师。还有我们的李香莲老师，蔡成龙老师，很抱歉，蔡成龙老师，还有我们的李香莲老师，以及我们的赖东泽老师，东泽老师，欢迎。好，现在这一次呢是非常的辛苦哦，来指导我们这一次所有的这个入围团队。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这10组团队咯。来，首先呢，介绍是我们的区域制片，欢迎我们的团队也有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哦，在这边，你们是来的最早的。好，还有我们的影像重生影像制作工作室，在哪边？跟我们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哦，在这里哈，好，欢迎。还有我们的赖雅妍、谢雅妍，在这边，以及我们的南北工作室，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在后面这边是不是？哦，有刚刚挥手，不好意思挥手的。以及我们的 MG Design Lab， 有跟我们大家挥挥手，在这边。好，在这边，欢迎。还有我们的吴宣佑纪实影像制作，跟我们大家来挥挥手哦，欢迎。在我们的王家瑞工作室，在我们的前面这边，欢迎。还有我们的160工作室，在我们的美女好，还有我们的 Ocean 在哪边？在，也跟我们大家来挥挥手好不好？大家都好客气哦。好，以及我们的3只熊，好，在我们的中间非常欢迎我们这10组团队呢，今天也到了我们这个颁奖典礼现场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这一次是从80件的这个作品当中选出了10件的作品入围，所以有入围就真的是最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计划主持人林启寿老师呢，上台为大家来说几句话喽。